再来看过年前新冠病毒佮流感的疫情拢真严重。疾管署是公布讲，顶礼拜新冠增加567个病例，有65个人死亡，是最近5个月来的新冠。伫流感的部分有8个人死亡，上少年的是一个北部40多岁的查某人，伊住院2礼拜不幸过往。伫诊所等看病迄区拢是病人，因为最近各种呼吸道的病毒规个窜起来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全台门急诊类流感就医923000多人次，是最近10天来降期第2悬，而且增加8例流感死亡病例，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北部40多岁的女性，有潜在病无注过即季的流感疫苗，1月中发病，住院2礼拜嘛是死亡。后续有并发一些多重器官衰竭以及急性呼吸道的一些窘迫症候群，所以在住院的2周后，那就是不幸的过世。那是流感到关方，顶礼拜新冠肺炎增加567个并发症，死亡增加65例，从5个月以来新冠，嘛是新冠本土疫情第5波的关方。疾管署本地是预估逐天感染的人数到15000人，但可能因为天气变较温暖，民众注疫苗的意愿提悬，群体免疫力提悬这因素，实际感染数差不多是9600个人。不过过年含开学过后，暗算可能有一波较热闹的相关风。春节以及后续的开学啊、灯会等等这些活动，预期这个人流的聚集还是会导致这个呼吸道疫情的上升哦，所以我们观察应该是在开学后的1周哈，开始这个流感跟新冠又会再有一波上升的状况。因为过年的时阵，人较会做伙活动嘛，较接耍动，吸引到病毒的风险较悬。为了保护个人的健康，疾管署呼吁民众较紧去注新冠 XBB 疫苗。目前莫德纳还有455万剂库存 ，Novavax 是剩30万剂。另外，为了要顾到过年期间呼吸道病人看医生的需求，疾管署是将立急救责任病院开特别门诊，全台配合的病院有156间。相关资讯已经公布在疾管署的官网，民众会当去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